我驶火车的这个起源就是讲，阮老爸迄阵种驶火车换，甲日本人的交情真好，我才叫阮老爸甲介绍，甲日本人讲啊介绍入来当厂驶火车。司机这阵50-60个咧啦，有司机爱有司机爱甲领会，爱一班都爱2个。当厂的火车吼，什么都用，载旅客。一般公共团体或者是学校，若要远足，会使乘临时车。你当囡仔较无当啊食，点要食敢食。这囡仔骹手真好，读书都爬起来。啊，即摆你知影伊咧半敢食着，这火车要加速，跳落来那去就上大海啊！老朋友啊，依依不舍，这好像一个回忆。啊，小我来。打，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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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